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请假，正式开始伊选举的行程。一透早到台北市的艋舺，连拜3间庙，甲基层的民众来博感情。但是侯友宜为9月23就开始请假，请113天，讲请伤久咯。再加上新北市议会明仔载就要开会，所以去互民进党甲炮轰讲伊落跑。面对着抛弃新北市民的质疑，侯友宜道歉了。不过侯友宜讲，对市民的承诺无变，只要是新北市有代志，都是侯友宜的代志。一来到现场，支持民众就马上发动选。侯友宜请假参选了后，头一个选举公开行程，就是来到艋舺龙山寺。严格选伫新北市议会开议进前请假，防止其绕跑。侯友宜就讲话咯。我会离开新北市的市政的工作一段时间，我跟新北市的市民说抱歉，但我不会忘了。新北有事，还是侯友宜的事。无袂记这对市民的承诺，侯友宜话讲，为着担起选总统的责任，必须要离开新北市1阵啊。严格113天，请假时数是历史上上长，嘛互对手的赢没甲变过。你在这个节骨眼，连施政报告都不做，完全不负责任，丢下一个烂摊子，然后绕跑、滚溜，然后跑去选总统。侯市长。你就辞职吧。侯友宜竞选的办公室就马上反击，未热清德在担任台南市长的期间，捌有230天无入议会质询，朱立伦嘛对咧抢热清德。用着公帑，领着人民的血汗钱，每天在跑选举，每天当民进党主席，也都不要请假，然后继续做这些事情，这就是民进党标准的双标。副总统则是备位的元首，全时间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，这很清楚。也没有请假的问题。过去包括连战前副总统都是循此宪政上的这个原则。侯友宜正式请假遭选举，新北市长的身份嘛再一遍引发着哪力双方的对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